廁所不是元宇宙。11月19日係國際男人節 （International Men's Day），同時又係世界廁所日 （World Toilet Day）。呢個巧合真係幾有趣，因為好多人都聽過屋企入面個廁所係男人嘅私人空間，佢哋鍾意喺度放空、放鬆，甚至睇手機、睇影片、打機，一個唔覺意就半個鐘先出返嚟。但諗深一層，男人要去廁所匿埋，其實好可能係佢哋需要一個自我空間嘅感覺。不過坐廁所坐得耐對身體始終唔好，所以廁所唔應該係唯一嘅避難所。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屬於自己嘅空間，同時都需要有人關心。日常嘅理解同埋溝通先係最重要。嘗試聆聽而唔係批評，問一句你 OK 嗎？而唔係你做乜咁耐。俾空間，但唔係孤立，因為心理健康唔係一個人匿埋就有，而係靠大家互相關心、同理心、同理解。唔好等到佢哋要匿入廁所先關心。從平時開始，俾男士多啲私人空間同對話空間。廁所只可暫時喘息，關心先係最長遠嘅安慰。